2013大嶼山越野跑步賽嚟到第5屆啦。今日覺得好興奮 ，feel great。比賽咧係分為15公里同埋21公里組嘅，總共係吸引咗1200幾名嘅越野跑手咧係參加。咁起點咧就喺東涌嘅，經黃龍坑徑去到大東山，再上鳳凰山，之後再去到賽道最高點嘅彌勒山。咁啊，經昂坪360嘅救援徑啊，同埋東涌小徑翻去起點作為終點。賽道最高嘅攀升點咧有成937米啊，好斜噶，非常之有挑戰性啊！大會其實都建議啲參賽者賽前咧係要練習同埋試路先好。如果唔跑慣啊，見到呢一個山都驚啊！咁不過呢啲咁有經驗嘅跑手呢，咁佢哋都認識呢一個地段㗎啦，唯有放慢腳步啦，捱過呢一個山頭呢，又係另一片嘅草地啦。咁結果21公里組別啊，法國嘅杜文首先跑翻嚟，女子方面就係卓文啦。